睡吧。这夜前面在那干什么着？这哪得罪叫嘞？哪里呀？没就在家里的，阿姐有但今儿是在警察局多。哎呀，真的没得给兄弟了。这哪得罪？那咱起来阿姐说你信不信没姐？听俺你们你是晓得，那别自己去年我们都打，别第三不是我说下，起来阿姐去了讲俺你们你是晓得了的。快俺问的是这个，原来他无心的阿姐个在情面，俺丫的是快俺问的是，但工作也做嘛，但俺是原来他无阿姐个在情面个，俺写信都没信我，我就吃这么多。今儿信不信有我们那边？他今儿查查下工作，信不信用我看到了的。阿姐俺的没得当，但工作也做嘛的。你我呢，就是你说会长来的，就来我让俺姐刚才就过没的，我当俺特别几米什么多呢，你得去，就来拿自己个出去去，你得你拿什么的什么做啥了不？记不得的。本人自己给他去大家，要么我去。